咁朋友嗰啲其實而家有好多都接受到同性戀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熟咗之後講嘅話，其實冇乜問題嘅。咁作為同性戀者啦，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你哋唔正常。咁你揀呢一條路，你會唔會覺得好辛苦啊？會唔會有俾人歧視嘅感覺呢？咁而家社會上面嚟講，咁上一輩嗰啲通常都接受唔到噶啦。咁所以佢哋見到會有啲可能歧視嘅眼光啦。咁其實我哋呢一輩嗰啲就個接受程度大咗咯。但係整體嚟講，其實如果兩個同性戀者一齊出街嘅話，如果啲行為太過親密，都會俾人歧視㗎啦。咁如果好似一男一女咁做啲好親密嘅行為，例如攬攬錫錫，你都會覺得可能會有啲嘔心嘅感覺。咁何況你兩個男仔或者兩個女仔喺街上面做啲好親密嘅行為咧？咁應該即係我哋唔多唔少都會受到一定程度嘅歧視咯。咁平時譬如你出街啦，你會唔會好刻意咁唔做一啲親密嘅行為，或者定係你都可以好公開咁樣去表現自己嘅咧？咁其實我哋就都會好避忌嘅，避忌其他人嘅目光咯，即係亦都唔想俾人歧視啦。咁所以出街嗰陣時，我哋都盡量唔會係攬啊或者錫啊等等咯。咁如果即係俾你揀，即係你會點樣？有啲咩你想同啲歧視同性戀者嘅人講去平反翻呢？咁其實我想講話，其實我自己天生係中意男仔呢件事係我冇得選擇噶嘛。咁我都唔想自己中意男仔嘅，但係每個人都有一個選擇中意任何性別嘅權利咯。我會覺得其實我想同啲歧視同性戀者嘅人講，就係佢哋唔接受同性戀者，我覺得冇問題，但係就唔好用做啲一啲歧視嘅行為嚟對待我哋咯。我覺得咁多謝晒先。咁今日訪問呢就差唔多啦，咁下次再見啦，拜拜。其實同性戀呢樣嘢越嚟越多人接受噶啦。咁其實我哋都身邊嘅周圍咧都有好多同性戀者出現啦。咁今集我哋好高興請到一位社會科學學者去幫我哋分析下點解同性戀會出現喺我哋呢個社會上面呢？我哋今日好高興請到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黃偉國博士咧，同我哋講一講呢個同性戀嘅問題嘅。咁博士，其實咧我想問下同性戀出現嘅原因啦。咁其實佢有分先天啦同後天嘅。咁你覺得咧點解同性戀會出現咗喺呢個社會上呢？咁如果你話講翻同性戀嘅問題咧，可能有一啲人都會知道喺傳統中國其實都有斷袖分桃啊，呢一啲咁嘅四字成語嘅。所以其實我諗自從有歷史以嚟咧，其實除咗係呢一個被人類主流文化比較較為接受嘅異性戀之外咧，其實同性戀都同時間存在嘅。咁頭先你所講就係會唔會係先天同後天呢？咁其實而家科學家都莫衷一是嘅。咁有一啲人會覺得會唔會係遺傳因子本身嗰個相對基排列出咗一啲問題啊？又或者會唔會係因為即係當然你話後天因素，好多人都會認為會唔會係家庭裏邊一啲無論係譬如話可能男性佢可能佢揾唔到男性嘅認同，女性揾唔到女性認同，於是會發展到同性戀咧。咁呢一個其實以往好多嘅一啲心理學研究咧，其實都揾唔到一個相關嘅關係嘅。咁所以你話點解會有同性戀？究竟係先天同後天呢？我諗去到而家為止，科學家都冇好肯定嘅理論或者一個定論去講實際嘅原因。咁其實咧社會上面咧，我哋普羅大眾啦，都開始有對同性戀呢樣嘢，好似話越嚟越接受啊。咁你覺得呢個社會係咪真係接受咗呢樣嘢呢？我諗你呢個問題要從唔同嘅國情去講啦。當然你話如果係響一啲西方國家裏邊，咁甚至譬如話英國，咁甚至係容許同性戀婚姻嘅。咁當然如果睇翻東方亞洲社會，咁如果你話以一個咁強父權，又或者可能去到中東嘅社會，其實嗰個宗教嗰個原教旨色彩咁濃厚嘅話呢，
咁其實對一啲即係行為偏差，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唔容忍啦，何況係同性戀呢？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話我哋社會係唔係越開放呢？其實真係好睇翻唔同國家嘅一個即係過程。咁其實就翻香港嚟講，你覺得係咪會唔會係真正接受到呢樣嘢呢？如果我哋睇一個社會接唔接受同性戀呢，咁其實都可以從即係4個因素啦。咁第一個因素我哋會話會唔會當地嘅一啲法律啊，能唔能夠保障啲同性戀嘅呢一啲咁嘅人士唔會喺工作啊、工作崗位啊，或者喺其他方面受到一啲唔公平嘅對待。咁第二方面係睇翻佢本身嗰個次文化本身對同性戀嗰個態度取態啦。咁第三因素都睇翻學校教育本身，特別講到個人成長發展時候點樣講同性戀啦。咁最後一個因素都睇翻主流媒體對於講述同性戀嘅時候佢哋嗰個取態啦。所以我諗，因為當然4個因素其實要講，其實都可以講好多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總體嚟講，其實香港社會我諗，如果係主流社會對同性戀仍然都有一啲忌諱，或者仍然都有一啲禁忌。當然實際上，如果你話喺互聯網文化嘅話呢，反而對同性戀就較為接受啊，或者較為願意去開放去討論啦。咁譬如我知好似有一個電台，佢半夜都有一啲節目係講同性戀啦。咁你慢慢見到其實有一個唔能夠公開播放嘅一啲節目內容，變到一啲你擺一個比較偏嘅時間去製作一啲節目咧，其實都係一個進步嘅。你覺得我哋政府有冇忽視到呢一班人嘅存在？其實好明顯會有嘅。咁舉一個例子，譬如有一啲國家直頭視同性戀相關活動係一個國家或者城市嘅一啲旅遊活動啦。譬如話加拿大多倫多有呢一個同志日啊，咁好多同志會悉心打扮啊，喺花車裏邊花枝招展啦，有人會覺得或者其實表演咁，其實都吸引好多人睇。咁唔好講咁遠啦，講近啲講台灣，其實都台北市每年都有即係類似同志日咁樣啦。咁但係我諗最主要信息唔係睇佢哋本身嘅打扮啊，佢哋嘅一啲演出啊，其實反而帶出嘅信息就係話，無論人有唔同嘅取態啊，其實都應該受到同等嘅尊重咧，同埋同等嘅即係保障。咁但係相反香港其實講開呢一個問題，你話可唔可以搞一啲相關活動推廣呢一個旅遊產業？咁你見到政府都縮頭烏龜咁樣，咁好可以見到其實政府對呢啲嘢都避而不談咯。咁我諗最可能原因都係政府都唔想得罪一啲社會上面保守派人士，例如教會啊，例如一啲即係主流意見嘅人。咁其實你覺得政府咧應唔應該好似仿效其他國家，好似台灣啊，你頭先講嘅加拿大嗰啲地方，咁去幫助呢一班咁嘅人？我諗其實政府又唔一定需要幫助呢一班人嘅，起碼即係喺日常生活上面，或者係一啲工作上面唔會因為同性戀受到歧視。咁好明顯，譬如話你哋即係傳播媒介，其實相對而言對同性戀就較為比較接受嘅。咁但係你調翻轉，譬如話教育界本身，如果一間學校裏邊一個同性戀嘅老師咧，好可能呢個老師已經身受。咁所以好大程度上要睇翻嗰個行業本身不嬲嗰個專業文化，接唔接受主流文化裏邊賦予嘅即係價值觀，譬如話異性戀係正常，同性戀係唔正常咯。咁呢一樣嘢我諗唯一真係靠時間啊，或者靠主流啊、非主流嘅媒體教育啦，或者係不斷去提醒翻人，就係話好似同性戀係一種病啊，唔係視同性戀係一種即係核突啊，或者係唔正常嘅嗰一個諗法。咁唯有靠間啊，不斷去講啊，先慢慢令到人哋去改變。好多謝黃教授接受我哋訪問嘅。咁多謝晒我哋嘅專家同我哋分析啦。咁其實同性戀啦都係我哋戀愛嘅一種嚟嘅，我哋係應該學識接納佢哋咯，同埋唔應該戴有色眼鏡咧去睇佢哋噶。